好啦，2019年 DSE Paper 2嘅第9條啦，咁其實呢條就同個餘式定理或者因式定理有關嘅。咁首先你要記住，如果個 f(x) 咧係除緊個 x 減 a 嘅時候，咁個 f(a) 啦就會係個餘數啦，就會係個餘數。咁呢度你見到佢係俾呢個 2x 加 k 去整除啊，整除咧即係代表個餘數係等於0嘅。OK， 呢個要記住，餘數係等於0啦。咁今次我係要除個 2x 加 k 喎，咁要代咩數字入去咧？咁你就問自己啦，其實 2x 加 k 等於0嘅時候，其實 x 係等於咩咧？其實就會係負 k 除翻2啦。你首先將個 k 移過去就變做負 k， 呢個乘2啊嘛，掉過去就變咗除2啦。咁我哋再將呢個 x 咧全部塞翻落去條式度，咁就會得到2乘 k over 2嘅4次方，再加翻 k 乘負 k over 2嘅3次方。減翻4乘負 k over 2，再減16咧，咁成條式就會等於0啦。咁跟住睇一睇啦，負數嘅雙數次方就會係正數啦，負數嘅單數次方就會係負數嘅。咁所以你就會得到2乘翻 k 嘅4次除16，再加翻 k 乘以負 k 嘅3次除8，再加翻4乘翻 k 加2。再減翻16，我哋處理咗啲負數先，講多一次啦。咁負 k 嘅4次方，所以就係正數啦。咁2嘅4次方就會出到呢個16啦。咁跟住負數嘅3次方咧就會係負數啦，而2嘅3次方就會出到呢個8啦。咁你見到呢度負其實就會得翻正嘅。OK， 咁跟住就可以繼續約簡啦。咁2同16就約咗得翻8啦。咁所以 k 嘅4次加8。咁呢度再睇一睇 k 乘翻 k 嘅3次就係 k 嘅4次，但係前面有個負號，所以係 k 嘅4次除翻8啦。咁你見翻呢度啦，4同2都可以約嘅，咁就加翻 2k， 再減翻16等於0。咁呢度你會見到兩個嘢一樣相減嘅就冇咗啦，咁所以 2k 就等於16，2k 咧就會等於8嘅。咁所以答案就係 D 啦。咁除咗用呢個原始啲嘅方法，其實都可以代翻個 k 嘅數值入去噶嘛，因為想揾個 k， 咁 k 即係呢1、2、3、4其中一個數字啦。我將個 k 擺翻入去，跟住塞翻入去呢條式，睇下邊條式真係可以俾佢整除，咁咪做到咯。咁睇翻 A 啦，如果 k 等於負2嘅時候，其實我今次要嘅咧就係 2x 減2啊嘛，亦即係話我要代個數字咧就叫做1啦。點解啊？因為我呢個 k 等於負2啊嘛，代咗入去得到呢個 2x 減2，咁咧就問自己 2x 減2等於0嘅時候，x 就等於2除翻2就等於1啦。咁試下將個1代入去啊，咁咪就會得到2乘翻1嘅4次方，加翻k 今次係負2啊嘛，所以就係負2乘翻1嘅3次方，再加翻4乘翻我哋個1，再減翻16啦。咁撳翻機啦，就係2減負2。跟住再減4，再減16啦，咁就會得到負20。咦，咁唔係0喎，個餘數係負20喎，咁所以 A 就一定錯啦。咁跟住之後就做翻同樣嘅嘢，你就可以得到當 k 等於8嘅時候，都可以俾佢整除啦。咁答案就係 D 啦。